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。因为寒流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南投的中寮出现着3°3的低温，埔里嘛只有3°8。这个中部哪会这么啊寒呢？讲原来是地形的关系，高山的水汽结做冰霜，户外草啊甲树叶啊，拢亲像是压一层的白色的糖霜同款。民众要驶车出门，发现挡风玻璃嘛结一层霜，用迄个护撇啊，安尼一直撇嘛撇袂掉。气象局讲，这2天寒流是有慢慢减弱，但是受到夜间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农作物也是有可能会有寒害。那咱的乡亲，阴早暗也是真冷，也是爱穿好小。完蛋！根本结冰了，车子不能开。民众伊知影要驶车出门，看着车的挡风玻璃结成真高的冰霜，拍开雨刷啊，安怎刷嘛刷袂掉。哇！民众落车看挡风玻璃结霜的情形，佮用手指头来敲，有影搞嘟，毛里神神看个硬气。结冰了呢。这是南投埔里受到辐射冷却影响，加上寒流继续咧发挥，昨日在6点外刚有3°8低温，水汽拢结做是冰霜。来看户外抗跌的草坡啊，或者是涂骹叶啊，就亲像夜间玻璃式的白色糖霜，亲像这个情形，民众嘛讲真罕咧看。不常见呢，其实这几年都没有呢，今年是真的是特别的冷。到到过下昼10点，气温才慢慢回升到10°以上，叶啊顶的结霜嘛渐渐扬起，变作是一粒搁一粒的落水。使用脚袂顺的农民穿4卡衫，就算冻甲微准，嘛是要落去田内底采收脚袂顺。早上好像感觉好像快零下的感觉啊。很冷就对了。很冰呢。有结霜吗？结霜就是这个草上面有一点点。白白的。白白的。埔里的温度增加，同一时间气象局嘛测到，溪地乡的地中区农业改良场埔里分场刚有0.6度的低温。这个低温造成的作物容易结霜，以及地面容易有疾病的现象。气象局提醒，虽望这2天寒流的威力会变小，不过因为受到暗时辐射冷却影响，下昼嘛是真冷，农民爱加注意农作物可能会冻伤，民众出外嘛拢爱穿小路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